好，来，咱对解剖书开始读起。好，解剖书，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加拿大，加拿大，嘿，加拿大，咁是 Canada，加对，拿大张老花伫1870年已经有设宣导会的部会嘿，要传到伫远邦。哦，原来远邦的远有鼻音，是，远邦嘿嘿，是了解，这个了解，总是经过几若年，就是伫1871才派该瑞利做嘿，宣教师去远邦宣传主的真道。是好，这段了解意思。，OK，你敢来看一下？我看嘛吼，有几个伫爱捌一个吼，远邦，你讲这个远邦吼，嘿，远，远邦，嘿啊嘿啊，远邦是有迄个鼻音。嗯，嘿啊，外国的意思。远邦，嗯，我用干利电查这个音，哎，嗯，哎，OK，有两个音吼，伊甲伊吼，拢会使吼，好，伊甲来，伊啊，嗯譬如讲，伫教会内底上接讲的异象，嗯，以上，异象，我记得拢会使吼。哦，异好，端吼，异端，这是伫教会就常听到，所以这个异字，其实我伫教会用足接的啦吼。异端所以讲，异象，其实拢有迄个鼻音。我记得阮拢有发鼻音啦吼，异端异象安尼。啊，，OK，无鼻音嘛是会使啦，异端异象拢会使吼。意思嘿，嘿，了解，异邦拢会使。嘿，是，但是我看这两个字敢有差别吼？好，有当分开，嗯，啊，这个是分开吼，分开，无同各样啊，相款的这种感觉意思吼，奇怪，嗯嗯违格，嗯违格吼，格，嗯讲起意思咧，分别，嗯，奇异端，吼，其实伫第二点嘛是有收，拢有收伊有鼻音即个。嘿，我有收这个拼音的，系啊，就是我用过迄个用嗯，汉字找，我是用汉字找的，就找着，就这书。伊讲伊甲伊是无共腔口。哦，是无共腔口做，OK 好。我伫伊甲伊拢会使啦吼，是，啊，但是伊收偏音要较侪吼，系，音上偏音，OK 好，好啊，过来，总是 OK，该瑞丽吼，你知马介无属于的全名，迄个汉字全名叫做该瑞比较丽，该瑞丽好，谢瑞丽瑞丽，哦，好，小捌一个，好，瑞丽，哦，原来是安尼，好，找到啊，该瑞丽吼，该瑞丽。
George Leslie Mackay。学一个啊，即个汉字的即个读法吼，该瑞丽。是。该瑞丽做宣教师去远方宣传。来我一段吼，我读者。加拿大长老会伫1870年以前已经有设宣道会的部会，要传教伫远方，总是经过几若年，就是伫1871，就是伫1871，才派该瑞丽做宣教师去远方宣传主的真道。好，继续。继续吼，好，该瑞丽的本所在就是加拿大。我哋为虾米未讲是加拿大？爱讲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系为虾米是大爱大即个音，毋是大即个音？这我都知吼。你敢会感觉好？喂，因为这个词我听过真侪遍，加拿大。系啊，为虾米会安尼？伊个为虾米？就是因为咁是惯系，就是嘿，读名会读文音，袂读白话音。文音，对，安尼有理，好，我来记起来。所以读加拿大，我就感觉，我袂感觉奇怪。大林迄个大是文音啊，安尼了解读册。但是实际上应该爱读白话音才对啦，吼，你较近即个。敢若是大即个读白话音大，就是真奇怪啊。对不对？大人甲大加拿大嘿。若是用找台语是找有用英语去找有迄个加拿大即个结构，讲会通，是安尼会使理解加拿大是加拿大，加拿大，了解，好，继续吼，是头先嗰度有加拿大是就是加拿大。Ontario 省，了解是。Ontario 吧。Ontario 是东部迄个，所以讲，是咱要去较方便。之前我若是住美西根的时阵，塞车就会使去 Ontario 系啊。伊塞车差不多6-7点钟，好。系啊，就是毋过因为咱若是去 border 遐就毋免遐久，毋过因为咱拢是去虾米 Toronto， 搁有迄个尼加拉瀑布遐，就是爱塞较久，我想你对遮密西根去，应该直接得到。系啊，就是为伫迄个 Detroit 有无？咱拢是去为迄个 Detroit。Detroit 迄个就是有咧上顶的边境嘿，咱遐驶去 Detroit 迄个边境遐差不多4-5点钟，若是无塞车的，就是4-5点钟嘿。你边度啊？为 Detroit 遐，你看有看到无 ？Detroit 遐有一个迄个去加拿大边境的迄个。迄个海关的所在是塞车去，毋过爱塞车爱为加2点钟的款，至少一点还是2-3点钟才会到 Toronto。就是若是爱较久，就会使去迄个魁北克 （Quebec City）。Quebec 省遐，我根本去过。吹哦 Quebec， 你住 New Jersey， 若是爱塞车去嘛是会使啊，就是较系啊，你若是 road trip 是较辛苦啦，毋过 road trip 就是有 road trip 的趣味，毋过就是塞车较辛苦。即摆人若是有迄个有无闲的美国人。应该拢是会选择坐飞机去。我去我可能会塞车去，因为我即马看直接。你看你直接500就会去Montreal，Montreal 嘛是袂歹。
就是法务区，法务是法务区的大都市。我是捌去这多伦多遮啦。是。法务区更嘿，我是感觉去一个真袂歹，尤其是迄个 Quebec City，就水的，就是有迄个 Quebec City，就是要哪讲，就是内底有真侪古早的建筑，建筑加迄个城堡啊、老房子啊、老街道迄款的，嘿，古早厝啊，古早厝、古早路，啊嘛是有迄个真侪，讲饭仔树，是安尼讲饭仔树，嘿，就是嘿啊，若是你是夏天还是秋天去，就真正就美的。我是感觉，嘿，就侪年前去甲朋友去过一摆，迄个对伊用真好，就是真水的所在。我捌去应该来看卖啊。系啊。这里。嘿，建筑。建筑啊。我平常时咧声调读唔对去。建筑物，建筑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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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毋是爱变调建筑物？对啊，我来感觉，我读出建筑物啦，讲起来无顺。建筑。好，建筑。建筑就知影意思。啊，你若较安尼，应该读出建筑物啦，就对啊。物，系啊，建筑物。我平常时都读唔对去啊。建筑。对，建筑物。建筑是对啦，建筑。问题嘿。好，继续吼。对，好，继续。加拿大是加翁他，到倒位去？翁特里奥省是，和1/3月21日144，敢是安尼讲？也是4，144出世，了解？伊的爸母是苏吉兰是苏吉兰人，伫1830年搬家来加拿大徛起。了解。搬家啦，搬家是搬家啦，是搬家。爱读白搬家，系啊，搬家来加拿大徛起。了解意思。好，伊的爸母是诚心的教会，安尼讲毋是讲教育吼，也是好，好，诚心的教会，下昏早暗伫伊带家来祈祷礼拜。这个所在敢是爱分开读本条，祈祷礼拜，也是爱变调祈祷礼拜，听起来变调就怪怪啊。是分开啦。爱分开啦，是祈禱禮拜，是祈禱加禮拜。什麼意思？伊的爸母是誠心的教會，就是虔誠的教育的意思，信徒。一般袂安尼講啊，我唔知你解釋。應該平常印象中是會講教育，敢是這個講法？你教會是 church 嘛，無可能一個人。是啊，係啊。係啊，也無一定是迄個時陣的講法。應該袂啦，可能是寫唔對。早暗啲。為什麼嚟愛分開講？敢唔就是暗的意思？就是暗時，下昏敢唔是暗時的意思？暗時。下昏早暗。係啊，下昏加暗是同款意思啊，就是下昏。下昏敢是暗時的意思？下昏就是下晡時，下昏是下晡的意思。無暗時也是下晡。暗時啊，係啊，下昏是暗時。所以講
所以讲早暗就是早起加暗时啊，对不？对啊，所以讲这是所以暗时早起暗时，我感觉白写啊，系啊系啊，repetitive 是好，或者是讲伊要强调讲，就是强调吓强调是就是伊拢定你是定咧来拢有祈祷啦，礼拜，嘿是，好好好，继续祈祷礼拜，该瑞里有应该三是点唔个对伊啊，啊，想不去。好像该瑞丽加该瑞类，哦，是哦，对对对对对，是该瑞丽，该瑞丽是应该是该该瑞丽，瑞丽的，嘿，该瑞丽是该瑞丽，有三个大兄，两个大姊，哦，就这囡仔好，嗯因逐人也是热心的信者，嗯，好，了解意思，你干嘛来读一遍？好，该瑞丽的本所在就是加拿大昂特利奥省，伊伫3月21日出世。嗯伊的父母是苏格兰人，伫1830年搬家来加拿大徛起。伊的父母是诚心的教会，下晡早暗带伊带家来祈祷礼拜。加瑞里，加瑞里有三个大兄，两个大姊，因逐人也是热心的信者。嗯，好，继续好，是，改，诶诶，哦，这个应该是这个所在写第七声，但是应该是第一声第一声调佫条才对吼，调毋对伊。改啊，嘿是，这个校对，下一人甲校对拢无说哩，对啊，好，该瑞丽，好，该瑞丽对细汉就入公学校，了解，伊真好学，虽望年岁，虽望年岁少，也真勉强。了解，91岁公学校出业，就读较悬的学校。了解，读到17岁就出业，到15岁去做公学校的先生。哦，会使安尼哦，到差不多啦。差不多中学毕业，国对中毕业的年岁就会使做老师啊，吼，对，真好。好，教册五6年久，教教诶教哦，这应该是第三条吧？教对不？91岁就入多伦多大学，甲诺诺诺苏诺苏 Knox College 哎，新学校，了解。系啊，所以讲迄个到什么到偌济岁的时阵，应该是伊会写掉，应该是标第三条才对。嘿，到21岁就入官立管理啊，咁就是迄个即马讲的国立的意思，国立多伦你就多大学。公立啦，公立啦，公立，哎，就是公立，公立啦，公其实立，是公立，是公立。多伦多啊，Toronto 是安尼讲，多伦多哎，大，多伦多，甲系多伦多大学，甲罗素 Knox College 新学校，多伦多是读多本条伦多多了哈，但是多伦多大学可能会当变多啊，多嘛是爱变调，因为连做会好，嗯多伦多大学是好，继续幻灯年是幻灯年1867就转去美国本士顿 Princeton
新学校是迄时本士顿不知出名，所以侪学生爱，应该是爱第三条又标唔对去嘿，爱去遐，爱去遐对高，歹势，等下，嘿，对高诶，博士求学问，就向遐诶教授博士教授去求学问。声调个飘唔对啦，应该是对啦，所以讲伊即拢会加第三条标做第七条，嘿，对高诶，对高诶博士求学问。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该瑞里对细汉就入公学校，伊真好学，虽望年岁少，也真勉强。到11岁，公学校出业，就读较悬的学校；读到14岁就出业，到15岁去做公学校的先生，教册5、6年久。到21岁就入官立多伦多大学，甲诺斯新学校。反当年1867就转去美国本士顿新学校。迄时本士顿不知出名，所以侪学生爱去遐对高的博士求学问。咱就查一下反当年吼。系啊，之前有常听反灯讲即个讲法，所以反灯年就是，毋是共款的意思哟。反灯讲，讲就讲年啦吼，但是反灯年，过一工，过一年。即个反灯年，我感觉声调是毋是毋对？去查看觅。对，反灯。伊是第一声嘛，我感觉毋对哩。无歹势。灯，反灯。反灯。你是讲反灯年嘛，反灯。嘿，反。OK， 反灯年。反灯，嘿，伊讲反灯是一个年过顶。OK， 反灯年，反灯过，反灯日。嘿，个就是。反灯日吼。那是常听，较常听反灯工。反灯年我直接听到了吼，就是第二年，你拿华语来讲是就隔一年或者第二年吼。第一年，嘿。叫做反灯年。Next year。反灯工就是隔一天，第二天拢会使。嘿，是。反灯工。反灯年1867就转去美国本士顿新学校。迄时本士顿不知出名，即嘛就出名啊，但是即嘛毋是因为新学校出名吼。是因为嘿，因为叫做 Nobel Prize 得奖都较早一寡学者是对遮出身的吼。是。遮价值即个所以较早本士顿就是出名的新学校。好。但是即嘛你所听的就一寡出名的新学校吼。即嘛拢是无信上帝。但是会安尼哦。毋是无信上帝，就是讲因是去互左派美国的左派去占去啦吼。你知美国左派其实就无信上帝。毋过无信上帝，为虾米会去读迄个新学校？嘛是想较足奇怪。
因就算因内底神学院吼，嘛是毋是迄种保守派的神学院啊。哦，好，原来是安尼。是迄种新派的神学院，所以伫美国因这遮较保守派的教会吼，对迄寡新派神学院其实就册啦，听着就感觉就袂爽。有，呵呵。包括本士顿，我即马我相信，即马因较保守的教会，我咱对这个本士顿神学院，我咱就无好印象的。哦。因较有好印象的是即马，我即马你去到伤久啊，我袂记啊。我袂记啊，敢若是Rochester 还是啥，我都袂记。迄无重要啦，反正就是因即马东华遐，Rochester 但是伫东华遐吼，为 New York 州 New York State。较一寡较正派、较保守派认为讲即马较正派的神学院就是 Rochester，敢若是 Rochester，我是袂记啊，我袂记啊。迄无重要，无重要。我咱继续读嘿。继续。后一好，伫遐。我刚才要未读算吼，都讲着你读到本士顿遐。有读过，有读过。好，咱继续。好，读了，好，继续后一段。好，伫遐3年久到4月1870就出业，毋是出业，卒业，我记得头前是写应该是卒业，毋是出业。两个拢会使，拢有，呵，但是汉字无共。系啊，伊一个是出，一个是卒。出是出外迄个出，卒是应该是为日语来的，日语嘛是讲卒业，好，就卒业，倒转到加拿大，了解。伫遐虽然3年久那定，犹久伊永远会记得伊的先生的温是先生。了解，温典，讲温典就了解啊。温情温典。先生的温，了解。温情温典，好。先生的温，常常笑脸因，学老因的博学，以及因的疼痛。好，了解。因迄当阵本士顿，因这拢阁是足正派神学校啦，拢是阁足保守神学校。即嘛已经无共啊吼。系啊。即嘛足奇奇怪怪吼，我嘛袂晓讲伊其实我对左派是愈来愈册吼，我足无好印象诶。我即嘛已经足无好印象诶，非常诶无好印象，对左派。好，咱我这段读一下吼。伫遐3年久到4月1870。我发觉伊的写法拢含迄个西洋人的写法习惯哦，离婚写伫后壁。伫遐3年久到4月1870，就卒业倒转到加拿大。伫遐虽然3年久，若定，犹佫伊永远会记得伊的先生的温，常常笑脸因，学了因的博学。以及因的疼痛。好，继续吼，后一段啊。好，成，这敢毋是爱变调？毋是我意思，你拢读做 SENG。好，成 SENG 去啊，还是？好。成。成。毋是成，毋是成哦，毋是成哦。是神，神，安尼神，好，神學，卒業，
主业了，主业了，主业了，新学主业了，伊对宣道会的部会请爱请部会，这个请是啥物？请部会，请就是请啊吼，请就是申请嘛。申请，好，申请，好，申请部会请爱去院帮做宣告师，好，了解，好，伊佫啥毋对呀？应该是第一吼，第三条啊，又是第三条写做第7条，好，伊第一即战书，即战书是因为应该嘛是第三条细汉，好，细汉的时差不多10岁。捌一摆，听见，并威廉牧师 W.C. Burns 讲起中國教會的代志，了解。並牧師本身佇中國不是傳教濟年，了解。因為口才好，聽的人濟受感動，了解。聽的人好。聽的人濟受感動，該瑞里隨夢是囡仔，等者換下字後字呀，要顧伊對迄時就志願愛把力去院幫團主的福音，這個音應該是第一聲才對吼，福音，閣再為着主路禮拜的命令，路禮拜是敢是上尾一擺的意思？應該是。毋過為蝦米？來看，路尾擺的命令講，恁着去普天的全世界的意思，好，普天的傳福音予萬百姓。了解，路尾擺就是了解，就是上尾，啦，上尾嘅交代。我袂記啊，對一本福音書，我咧看上尾就是講一句話。好，了解，這段你敢要來讀一遍？神學主業了，伊對宣道會的部會請愛去院幫做宣教師，伊第一站事是因為細漢的時，差不多10歲，捌一擺聽見賓威廉牧師W.C. Burns 講起中國教會的代志，賓牧師本身佇中國傳教濟年，因為口才好，聽的人濟受感動。該瑞里雖夢是囡仔，猶顧伊對迄時就志願愛別日
去远邦传主的福音。搁再为着主落尾摆的命令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好，那么继续后一段吼。好。小看卖。好，对啊，你伊的心如刮。伊的心如刮意，爱要去远邦。毋久，迄时少少人赞成即战书，也是变掉即战书。好，侪人讲本国要遐侪所在未有拜堂。米赛着麻。米赛知无？毋知。米赛的为什么？为什么会咧讲呢？米赛。我毋知为什么咧讲，伫教会就听到吼。来记起来，米赛。有阿塞。米赛。好。米赛。倒位？有伫 Embry 大英书店嘛修，何必？为什么？米赛。对，米啊。为什么？我等下查袂到是倒位。米赛亚赛。米赛，我来查这看这个。若着毋免专工去做。好。我发觉用这个卡纳去测比汉字较好测，伫遮吼。米赛伊嘛是无解说吼，阿塞。是。伊讲伫 Embry 有解说嘛吼，就是伫找代志找着的。对，就是为什么嘛吼。米赛阿塞。好。何必？为什么？吼，米赛。是阿塞。好。看到？对。我去找迄个阿塞迄个解说，伊字语的解说足济。阿塞，毋讲我是拢看无。你讲直接找日本字语的代理店迄个阿塞。你是讲直接找代理店阿塞哦？就是因为着伊的就是米赛的解说内底，伊是讲伊的意思是阿塞，所以讲我着找第七声。第七声嘛吼，阿塞。若着毋免特别专工去做阿塞。若着阿塞挑地去，加配去我感觉这含米赛其实无介相像吼。毋是啊，就毋介成，无相似。当然嘛是会使安尼讲吼，你即只你嘛会使讲米赛挑地去，加配去就好啊。是。为什么要专程去？寄是。兴趣就好了，一起安尼吼。阿塞挑地去，加配去就好哦。阿塞挑地去就用，对啦，拿掉啦。拿掉。拿掉挑地去。拿掉挑地。加配去就拿掉嘛是会使吼。阿塞。我这原文解说。阿塞，呀，加哈。什么思路？马德莫奈。
是什么意思？斯罗尼，我又不莫诺嘎。啊塞，拿塞，甘塞。我是看无这什么意思啦，什么思路嘛对么来？啊塞，咪塞。好，是咪塞。OK， 咪塞就是我拄则讲，为什么何必啊？何必和含那对得上相关意思？是，那对。好，继续好，继续等来迄句，咪塞着磨去外邦。好，迄个着磨我嘛爱查一个着磨。着磨就是受折磨了哈，着磨。着磨，好，辛苦。所以讲着磨甲辛苦，敢是同款意思，也是差不多意思。要哪讲呢？就是苦。当然有同款意思，但是嘛有差别的哈。好。你讲辛苦，劳苦，对无？对啦，台语会使啦，互你真着磨，空着磨。好，互你辛苦，互你劳苦吼，着磨，互你受到折磨啦吼，当然。较客气的讲法吼。好，继续转来读。咪塞着磨去外邦说教了解。总是其中有两三个有气力的人讲，着顺主的命令，紧说教。落尾解决讲，爱国参详较详细，煞可肯该做理，各等一年久。了解，顺机会，不是顺机会，依就大船，依就大船去苏格兰留学到，这是什么字？到位应该是到位就入爱丁堡大学的升学部。了解。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你去爱丁堡嘛真好，爱丁堡嘛是真水的城市。没有，还是我对只对无对吼，看一下是机会。就OK， 好，来我来个 touch 一遍吼。对安尼伊的心如决意要去远方，毋过一时少人赞成即战术。侪人讲，本国还遐侪所在未有拜堂，咪使着外去外邦说教。总是其中有两三个有气力的人讲，着顺主的命令紧说教。落尾解决讲，爱搁参详较详细，煞
可肯加热你，搁等1年久。顺机会，伊就搭船去苏格兰留学。到位就入爱丁堡。爱丁堡大学的神学部。OK， 拄则看到无？我无得到是，我咧看日本的解说吼。是。对无啊？是啊，对无啊？湖内乌里。湖内乌里。所以讲离迄个湖内乌里真正有是就是湖内乌里辛。劳苦辛苦，当然咱理解吼。湖内乌里咱就无理解吼。互你真对无啊？湖内乌里をかけます。我来看觅。湖内乌里。Trouble, labor, services, efforts. Waste of labor or energy。所以日本的这个骨子吼，毋是骨头子去吼，真正是意思是足辛苦的，互你足辛苦的。真厉害呢！我咧拄则感觉足趣味的，因讲骨子。是啊。湖内乌里，毋是湖内乌里。好，安尼真好。湖内乌里先学着一个。这个我爱记起来。歹势，我爱记起来。湖内乌里。满。而且这个版本经历用这个乌里，应该是即马应该是拢用这个乌。歹势，啥物乌？倒一个乌。我是讲这个大字典的乌里，佫是用古早时代这个乌里。对，即马是另外一个卡呐。即马因大概应该是拢袂用这啦吼。系啊，就是迄个时代嘛，是较古早的日本用法。湖内乌里。好来，好，继续后一段吼。到久久收着本教会的批讲，紧紧倒来，紧紧倒来，加拿大，因为要派你去伫远方。迄时心告极欢喜。迄时心告极欢喜。迄时心告极欢喜。在本教会无拒绝伊了解。本教会无拒绝伊。反转，这个反就第二声，甲头前迄个第一声无共。反转甲反转反转。这才是对的，你的变调是，我是反转啦吼。反转其实是反转好。对了，你的腔会当读做反转。变第一声反转。不过后壁迄个词好伊请。反转。好所以讲迄个伊是有第三条好意。了解。反转好意请伊好紧倒转。这个请倒转请是动词，后壁迄个受词就爱变调。反转好意请伊紧倒转。伊随时当然会当变第一声啦吼。
第7声，第5声是第1声拢会使。是好。伊随时离开苏格兰，搭船到加拿大。好，这段你敢来读一？好。到久久受到本教会的批讲，赶紧倒来加拿大，因为要派你去伫远方。迄时心够极欢喜，知本教会无拒绝伊，反倒好伊请伊紧倒转。伊随时离开苏格兰，搭船到加拿大。好。继续。然后后一段到是迄时，迄时马可博士 Reverend W.M. McLaren D.D. 大赞成着说教伫远方，也着派该瑞里做宣教师去中国说教。马可博士迄时是做宣道会的议长，为着伊别册的话，迄个别册，因为你读别册变做是 CHHEK 啊。别册，呵，迄个别册就是迫切。好，这个我来记一下。这是教会直接用到。别册，你搁讲一摆，你敢再搁讲一摆？别册，安尼别册，好，我来记一下别册。好，别册，好，因为伊不是为着伊别册的话，讲主的福音着本互万百姓，就义定要义定百姓就义定要派该瑞里做宣教师，煞请伊来赴总会。了解了后，多伦多中会派伊伫几若月日几若个日久，几若个日久去附近的所在，说明说教伫远方的代志，也煞设立做牧师。迄时该瑞里27岁。好，这段你来，咁来读一个。迄时马可博士Reverend W.M. McLaren D.D. 大赞成着说教伫远方，也着派该瑞里做宣教师去中国说教。马可博士迄时是做宣道会的议长，为着伊迫切的话讲，主的福音着分互万百姓，就议定要派该瑞里做宣教师，煞请伊来赴总会。
了后，多伦多中会派伊伫几若个日久去附近的所在说明释教伫医邦的代志。也煞设立伊做牧师，迄时该瑞丽27岁。就厉害。好，咱个读一段好吧？好，8分继续吼。对，好，是第10月19日187亿，该牧师甲伊的爸母、兄弟姊妹亲切朋友三离开。了解。大家不知忧闷，因为想着较久才有通过3件。这敢会变掉3件？好，是第3条，我来记一个3件。该牧师本身讲，迄时阮所讲离别的话，甲阮的心肝相款啊，甲阮的心肝相款，只有上帝一个知。虽然心亲像要别离，这敢是安尼讲？是别离，别离，别离爱管音，别离，要别离，总是面也无显出。了解。我看迄个别离，别离，第2点找无呢？别离，敢无？别离，台语找看觅别离，别离，系啊，第2点无，毋过 Embry 大英书店有收别离。别离就是爆开、裂开、爆裂。爆裂。别离，好，别离。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别离。有找着吼？对。对。就是，嘿。第10月19日187日，该牧师甲伊的爸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3离开。大家不知忧闷，因为想着较久才有通过3件。该牧师本身讲，迄时阮所讲离别的话，甲阮的心肝相款甲阮的心肝相款，只有上帝一个知。虽然心亲像要别离，总是面也无显出。是。拄好这个马介牧师的日记吼，我记得伊是对这当中开始写起的，就是伊差不多离开的时阵开始写起的。我毋是啦，应该安尼讲出版的中文版的部分啦。我是毋知，但是我看中文版的迄个马介牧师的日记是差不多是对这当中开始写起，就是伊准备出发要离开的时阵安尼。有写去伊伫个过程坐船的这过程。我记得偌久啊吼，但是我要迄当阵若讲40-50天嘛，可能嘛是爱啦吼。所以当阵对加拿大要来到台湾，迄当阵毋是到台湾，伊是先去厦门遐啦吼。是嘿。等于是若敢若
生死离别安尼吼，这世人会佫看到无一定吼，就歹讲吼。是，亲像去另外一个世界。对啊，迄当阵迄个观念，当然一定是安尼想啊，因为爱做遮久船啊去一个因所无理解的所在，完全毋知的所在，所以迄当阵无简单啊吼。简单。我等你看讲迄个马介牧师的日记，毋知伫咧网络顶找着无？中文英文版。Mackay 哦，但是我查看卖，看查得着未？因为即个，我看卖，即个George Leslie Mackay。即个吼，即个网站吼，足侪收足侪资吼，当看会着。对，archive 是，即个即个 The Island of Formosa， 伊敢是毋知是毋是迄个？因为我毋知，我袂记伊的英文名，就是叫啥 ？Diary of George Leslie Mackay， 敢是？George Leslie Mackay 吼，咱看到啥一点？来，The Blackbearded Barbarian。叫伊迄个嘛，叫伊迄个胡秋番啊吼。Blackbearded Barbarian。我看到这本字是谁写？Marian Keith， 是啥物人我嘛毋知。这本是 Princely Ma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Diary， 台湾 Diary Knowledge Bank。这本那看来这古早这本。倒一个。马介托斯50线。有，是。你敢会使寄即个 link 互我，甲伊迄个打伫 chat 信息啊遐老话所在，我就直接来打即个 link。我若要看台湾书，我定下来这边现了。你敢会使迄个 link？ 敢会使打互？好来，稍等。这本看来足古早，但是中文版的马介牧师50线林婉生，这本会当现看卖啊。系啊。limited preview， 一些 limited 不要紧。无即个我有法度。其实我有法度破解，甲伊download落来。你去甲办甲我有迄个会员，不过我借来嘛是会使 download。我嘛是伊这申请都会使，你使压就会使，就会使看全规本的。是。From Far Formosa， 我毋知伊的日记才找得到无？会当找看卖，看伊英文版的日记安尼。当然，这几本嘛是会当兼咧看，有时间咱兼咧看，爱当咱咧读的时阵，就会当更加理解足侪代志。系啊，安尼真好。所以我足介即个 archive， 因为我本来之前我本来这本想要这本要甲看了吼，但是看到头前迄几页都，这本嘛足好诶。本是叫啥我都袂记。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这本是足好。我敢若有这本册。之前我嘛伫遐看迄个毋是迄个啥。毕吉林伊个写迄个来台湾佚佗的代志，足趣味的。好，我歹势，咱今仔日甲大家食啦吼，咱就再个。后礼拜对，我想要问吼，就是若是因为我看卖真，若是迄个提早半点钟，你敢有法度？就是若是为8点半读到10点半，你的时间敢会使？因为讲
嘿，我后礼拜有可能11点会有迄个家教的学生，伊要甲我调时间，所以讲我就想要问你看觅。敢若一礼拜嘿，无就是后礼拜了后嘿，拢8点半到10点半。咱后礼拜先就是相款时间，咱检读半点钟袂要紧。哦，好。但是我后礼拜我袂要紧，我先问者，因为我8点，嘿，我阁有咧含日本人咧读册，好。所以提早就是迄边嘛爱提早。好。我甲问者看伊当提早，我看嘛，我本来是8点开始读到9点嘛，变成7点半开始，7点半已经8点。嘿啊，若是你迄边无方便，那就不要紧，那就9点半读到10点半嘛是袂歹。嘿，若无就是检读半点钟安尼吼。嘿，安尼。好，我再含伊问者，再来好点吼。好，所以讲后礼拜就先暂时就是，暂时就原来相款9点开始。对，好，安尼真好。有解我就甲你讲。好，安尼好。好，就后礼拜再会。后礼拜继续。多谢啊，安安。好，安安。